好，那这首歌它是一个 slow rock 的歌，所以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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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所以重拍会在第一拍这样子。OK 哈，好，来，那然后呢，这首歌你要记得要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哈，滴滴啊，爱笑，好，能够滴滴啊，甜甜的笑，好，在这首歌麻烦你要做到，好不好？那个声音听起来才会甜，爱静静，听起来看有那梦的感觉，好。因为它是一个愉快的梦哦，哈！来，第一句，女生啊，来这边。人讲这一世人，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人二声？人讲，好，一世人的一后面有没有画了一刀？好，就是停一下，但是不要换气哦，停一下就好了。人讲这一世人，啊，那是一世人这样的意思哈，来。人讲这一世人，总是会拄着一个人。好，就只有度二声跟人二声，很简单啊。来整句，人讲这一世人，总是会拄着一个人。来。笑哦，啊，无你是拄着欠谁迄个人，啊，咱是笑梦，所以他是很疼惜这个很愉快的梦啊，所以你要笑啊，你看人就会让你笑起来啊，来再一次，人讲这一世人，总是会拄着一个人，来，总是会拄着，再来。会将阮来疼惜，好 A 二声，会将 A 短点，会将阮来疼惜，好疼惜的疼四声，不是听是疼惜，好，而且那个疼小声，收小声一点点，会将阮来疼惜，安尼比较有疼的心嘛。好，来，会将阮来疼惜，不甘阮伫拍雨水人，伫拍雨水人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，会将阮，好，唱到那个雨水人来一次，会将阮来疼惜。不甘阮伫拍雨水人，来。伫拍雨水人，再来。就算你无在身边，好，那个重拍在我写字的那个二声有没有？就算你无在身边，好，这个 B 麻烦你用到你的鼻腔 ，B 唱上去好不好？就算你无在身边，阮永远嘛知影。好，微笑。阮永远嘛知影，很好，再来。你将阮当作心肝疼痛，好，当作心肝，嘴巴打开，心肝。好，转音两个啊，听啊汤。好，这里汤它是用昂的抖音到收恩，好不好？听啊汤，这样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从那个就算你无在阮心，就无在身边这里唱到那个动作心肝，好不好？来。就算你无在身边，阮永远嘛知影，你将阮当作心肝疼痛。
嘛知影，过来。听通，好，人讲这一世人。好，跟我们刚第一段一样，这个一世人的几后面切一刀，停一下，好，不要闷气哦，停一下就好。人讲这一世人，总是会找到有缘人。人，过来，就算路多遥远，好，就算的就短一点点，它是一个重拍，就算，哦，弹一下的感觉，就算路多遥远，嘛会来打开阮心窗。打开，很好，打开阮心窗。好，两行来。人讲这一世人，总是会找到有缘人。就算路多遥远，嘛会来打开阮心窗。换恁来。总是会找到，过来。很好，再来下面。希望你踮阮身边。好，鼻一样回到鼻腔。希望你踮阮身边。手牵手念小歌。好，我们在念的时候是手，但是这里麻烦你唱手，好不好？手，手牵手。如果你唱手会很重，手牵手就不好听，它是比较柔一点，所以它会唱手。手牵手念小歌。好，手牵手后面一样切一刀，停一下。手牵手念小歌。很好，做阮一生永远的一半。永远的一半。好，弯哦，不是弯哦，不是永远哦，这里好，永远，永远的一半。很好，来，我们从希望伊踮阮身边开始，好不好？希望伊踮阮身边，手牵手念小歌，做阮一生永远的一半。来，希望，手牵手，过来。永远无人无怨啦，无手怨，永远的一半。很好，这次就对了，弯啦，弯过弯，好不好？弯过弯，好，来副歌。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。好，给我唱烧可以吗？二声的地方烧。啊，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就烧啦，很烫，好不好？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来。我烧，无安尼好无？你莫家己加。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都是短短的，烧烧烧，安尼尔。好，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。
位才找有这款的人？微笑，这里，倒位才找有这款的人？你想讲，这个人哪会这好？倒位有找有这款的人？啊，倒位才找有这款的人？好，两句来。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倒位才找有这款的人？来。过来，就算最后一场空。好，一颗一颗，颗粒感把它做出来。就算最后一场空。非常好，为着爱心甘情愿。心甘情愿来安怎？要笑好不好？因为你是心甘情愿嘛，啊，心甘情愿，安尼唔才有。安尼若想心甘情愿，安是唔情愿，好，所以你要有微笑很重要啊哈。为着爱心甘情愿。好，两句啊。就算最后一场空，为着爱心甘情愿。好，第二段，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。好，你看第二段有一点不一样了，跟第一段差在哪里？嘿，差在那个这，它多了一个四声的一。加重语气的意思。原本第一段是唱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只尔，对不对？这次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一场梦加重。好，来表示他真的很秀这场梦，安尼迄种感觉。来，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所以。想要问你，敢甲阮相共？好，阮不是甲阮哦，是甲阮，甲阮相共。好，这首歌最激烈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四个字“甲阮相共”，麻烦你加重好不好？甲阮相共，你敢会知阮的心情？好，你敢会知阮的心情？这里中间不要换气，也不要停顿，顺顺的唱过去。你敢会知阮的心情？几句话安尼好不好？来。很好，这次很好。只有天，一的抖音，只有天，微笑一下。才会知影。好，来，我们整段副歌来一次，好不好？一起从最上面。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来一起唱。继续。倒位才找有这款的人？过来，就算最后一场空，为着爱心甘情愿。阮想要烧烧烧一场梦，想要问你，敢甲阮相共？你敢会知阮的心情？只有天才会知影。OK， 好，秀吧，就这样了哈。这首歌只要注意几个重点，就是那个甜蜜的微笑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做到。然后加重语气，就这四个字，甲阮相共。OK， 好，其实没有什么很难的地方。这首它没有，你看没有什么转音，好，滑音也很少，但是就是重点那个情绪要带上来，甜蜜很重要啊。好，不要再用那个可怜的哭腔来唱这种歌，都没有哭腔，好不好？这首歌完全不需要，就是甜蜜唱过去就好了。OK。